得感谢学到你的带领。今日早起，阮当伫即个所在聚会；今日下晡，阮们即个所在学习。求你互阮的心拍开，有智慧，有体力，通过你的话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得到鼓舞，受到造就，会当继续跟对耶稣的呼召。从阮开始来训练哦，求你甲阮做伙，帮助阮今仔日无论讲人听的人，拢通过圣经你亲自的帮助，会当得到造就。阮伫开始的大间献上感恩，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咱即礼拜要讲到第二课吼，第二课就是人的对路甲上帝拯救。我记得顶礼拜有甲咱报告吼，讲迄个专题叫做上帝奇妙的竞选，还是讲上帝奇妙的创造吼。伫今仔日要讲这个课以前，要甲顶礼拜要讲尾后一段，无甲咱说明着，就甲咱讲一下，然后咱开始吼。咱在上帝真祝福咱嘛吼，啊上帝祝福咱有用真侪无相关的方法祝福咱。用一句话来讲，上帝祝福咱用无相关的管道来祝福咱吼。啊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就是上帝通过6种的管道甲咱祝福，互咱得到上帝恩典吼。就这幅图吼，这幅图，上帝通过啥？上帝通过这个是父母的教育、世代传承、亲密的关系、关键礼物、文化祝福甲生活经验来祝福咱。当然，上帝祝福咱，毋那这6个管道尔，上帝用真侪方法祝福咱。啊，不过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，上帝通过这6个管道甲咱祝福。头一个就是上帝通过父母的教育，吼，上帝祝福咱，通过父母，互咱得到上帝祝福。听讲犹太人捌讲过一句话，讲因为这个囡仔吼需要一个老母的囡仔需要上帝照顾，不过上帝无法度顾到每一个人，所以替每一个囡仔备办一个老母。唔知捌听过这个话？捌啦吼，吼，就是讲因为上帝毋望每一个囡仔会当得到上帝祝福，啊，不过咧有可能无周至，所以伊就为着每一个囡仔安排一个妈妈吼，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吼。上帝通过父母，互咱得到上帝祝福，安尼吼，啊有影就对。父母用疼，甲咱养饲甲教导，互咱会当大汉，而且真成功，会当生活。吼，每一个人拢有父母的照顾，若无父母的照顾，无人会当大汉。所以当然，即阵咱可能免父母的照顾，毋过伫足细汉的时阵，咱拢爱父母照顾。若无父母的照顾，咱无可能长大，无可能会当大汉安尼吼。所以第一点就是讲，父母甲咱照顾，互咱得到上帝祝福，吼，这是第一点，咱袂当否认。无论讲咱是单亲的家庭，还是散车的家庭，还是庄卡的家庭，拢共款。父母对咱的付出，互咱得到上帝祝福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世代传承，吼，就是上帝通过咱的家族，父母也是阿公阿嬷，这个家族，互咱得到真水真好的生命特色、生命传承。就是讲，今仔咱有各种无相款的特色甲才华。有新的时阵是父母传承呢，咱想讲父母真会画图，囡仔就足够画图呢。啊，父母真会唱歌，啊，囡仔就真会唱歌。父母真会做生意，其实囡仔就足够做生意呢。啊，父母有一个吞忍的心智，囡仔嘛有吞忍的心智。父母若真乐观，囡仔嘛足乐观呢。你毋知有这个体会无？你毋知有感觉？你今仔日生命中间有几种的特色是恁老爸老母身上有的特色？有这种有啦吼，对吼。因为老爸老母真看会开嘛，所以咱嘛真看会开。老爸老母真肯吃苦，咱嘛会当吃苦，吼。所以这个世代传承就是上帝通过父母还是阿公阿嬷，将真水的这个生命特色互咱。我感觉这真重要。像阮爸爸吼，阮爸爸规世人拢伫庄脚咧牧会，啊伫庄脚牧会学着几种的特别的所在。第一种就是吼。忍落来，袂爱甲人相计较啦，吼，袂爱甲人相计较。因阮爸爸时代是圣教会读出业，圣教会是2年大中，毋是大神哦，大神读1年尔。了后就去因为散车，阮住伫中华，所以就搬去大中读圣教会，嘛无毕业，读1年了出来，就伫圣教会做传教者，做4年了。阮阿嬷讲，既然咱是要做传教者，就倒来长老会做，所以就倒转来长老会做传教者。不过倒来长老会，伊无新人伊毕业啊，所以倒来做宣教师，毋知做几年，我毋知影。听讲做20年啦。啊，古早就是讲20年了，就当写工作报告，就当申请做牧师啦。啊，毋过这个宣道师的20年中间，拢是足庄脚，伊无法度出来都市，拢在人派，啊派去非常庄脚的所在。
啊，阮爸爸伫咧庄脚教会牧会时，互主训练出一种特色，就是莫甲人受计较。既然来到遮就直接做工就好。我这种特色吼，嘛加减底蕴，互我这种特性呢。若想甲人计较吼，其实对家己一丝帮助拢无。咱在座嘛有人是真爱甲人计较啊，这真爱甲人计较，毋是先天的呢，是父母性命内的特色。有可能父母无，毋过阿公阿嬷有啊，有可能阿祖有啊，阿祖、阿公、阿嬷、阿婆、阿姨。反正咱的祖先甲真实的特性吼，上帝通过因传承互咱，这第二项哦。所以咱信仰真好的当特质啦、品格啦、德行啦，这是上帝通过父母，也是讲咱世代祖先互咱指引的。当然，有诶歹嘛指引着吼，体质吼，有人讲心脏歹吼，听讲甲爸爸嘛有关系，甲妈妈有关系，对无吼？吼，我是乙肝带源，乙肝带源啊，我的乙肝带源，因为妈妈乙肝带源啊，交叉感染啊。爸爸无乙肝带源，妈妈乙肝带源呐。啊，乙肝带源第一吼，阮这个囡仔，所以阮3个查甫拢乙肝带源。乙肝带源毋是我食物件对的哦，是妈妈传落去。吼，好的嘛传，歹的嘛传安尼吼。上帝通过父母，互咱得到上帝的教导；上帝通过父母，也是祖先，互咱得到真水的品格啊德行。这第二吼。啊，第三个上帝通过亲密的关系，互咱得到祝福。吼，是大人甲咱疼惜，大姐大兄甲咱疼惜，互咱伫迄个家庭中间得到温暖，得到帮助。上帝通过亲密的关系，互咱看到咱是啥物人。有影，真侪人甲咱疼惜，真甲咱看善，真甲咱照顾，咱就看咱是啥物人呢？通过亲密的关系，互咱了解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。吼，一个囡仔自细汉无爸无母的时阵，伊看无家己，找无家己呢。今仔日咱当活了真自然。甲亲密关有真大的关系，所以上帝通过亲密的关系，互咱得到亲密中间迄种祝福甲稳定。所以人伫真亲密的时候，听讲身躯才会用咧，性命才会健康咧。安尼讲毋知对毋对吼？真诶啊！一个囡仔自细汉无人饲、无人顾、无人滴，这个囡仔大汉了，但这性命有真大的问题呢，而且没有安全感，没有把握。不过咱这自细汉有爸母甲咱顾。甲咱帮助，甲咱扶持啊！咱大汉的时候有安全感，甲人有好斗阵，会当知影要怎斗阵。啊，毋过一个囡仔伫细汉无亲密的关系，伊就受真大的亏损。上帝通过亲密的关系，或者伫家庭得到亲密的关系，伫教会得到亲密的关系，伫工作场所得到亲密的关系。每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上帝使用伊来祝福咱足用的一个基石头啊！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就是上帝通过官兵的任务，要甲咱祝福。咱在座每一个兄弟，在咱生命历程中，拢有官兵任务。什么叫官兵任务？就是爸爸妈妈甲咱管迄个啦。咱伫家庭有爸爸妈妈，对无？咱伫教会有牧师长老，牧师长老，牧师长老甲咱管吼。啊，咱伫学校有老师甲咱管，咱伫公司有头家有主管甲咱管。吼，这个顶头这个官兵任务，毋是要甲咱限制，要甲咱控制，毋是，是上帝通过这个官兵任务要甲咱祝福。互咱通过这个官兵任务，会当得到真正祝福。有影咧，有真正人成功是因为顶头人甲伊指引着呢。因为顶头人真定着真好势，所以细汉就得定。我记得我伫1989年来到台北教会三光教会，咱拢知影嘛吼。啊，三光教迄阵有一个牧师叫柯宪忠牧师，迄阵伊要按算退休啊，就柯成都牧师的爸爸啦。迄阵伊要退休啊。就要找一个人，啊，我就去找着去来到三光教会。我讲这个牧师非常好，这个牧师看我哪像囡仔共款，因为伊甲阮爸爸捌伫是哪里做伙读一年的同学，吼，所以看我敢若看家己囝共款，伊就甲我训练甲栽培，互我伫迄个三光前3年得到伊的帮助，互我今日目标吼较定着较好势一丝啊。我感觉官兵任务真重要，毋是要甲咱管，上帝通过官兵任务，要互咱得到真正的祝福，安尼吼。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个兄弟，伫你过去人生历程中间，一定有官兵任务，带互你真大的安慰、鼓励甲保护，安尼讲对无？是，一定的吼。上无爸爸啊，对无？上无咱古早咱的牧师啊，咱古早毋是真好的牧师、牧师，对无？甲咱帮助啊，吼。古早有真侪真好的官兵任务，甲咱帮助，互咱得到上帝祝福。这是第四个，第5个就是文化吼，文化上帝通过咱文化，基督教文化，上帝通过基督教文化，甲咱帮助，互咱坚定军队耶稣得到上帝祝福。古早的时阵吼，圣诞节拢爱创啥？报佳音对无？对无？啊，做兵爱做嘞，众人礼拜对无？生日嘛爱啥物礼拜？有真侪有诶无诶礼拜对无？
啊，这个基督教文化的物件，就要帮助咱人坚固咱的信心，互咱更加徛在你信仰内底。吼，圣诞节足欢喜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当报佳音，会当斗欢喜，通过报佳音的圣诞节活动，互咱坚定相信耶稣真的降生，不是假的。所以通过文化，就互咱的信仰徛在。吼，这是第六个。第六个就是生活体验，上帝通过真个生活经历，帮助咱，互咱领受到生活真个趣味甲欢喜。吼。上帝，互咱来到建行教，就是伫这个所在享受呢，大家做伙斗欢喜的祝福呢吼。上帝通过无常的生活经验，互咱得到真个祝福。我记得以前阮细汉的住伫礼坛，捌听过礼坛无？礼坛伫台南无？那无啦，阮迄毋是中部，有另外一个伫北部的。对啊。花莲一个礼坛，花莲一个礼坛对无？啊，中部嘛一个礼坛对无？啊，但是咱台北部嘛一个礼坛呢，伫苗栗三义的礼坛，捌听过？有。即摆是鲤鱼水库哟，鲤鱼潭水库，即摆是一个风景区呢。古早遐是足落伍的所在呢。古早迄个所在是原山平埔仔人咧住，平埔族的人咧住。啊，阮爸爸伫遐牧会吼，你知伫咧庄脚牧会吼，无电视。无车，迄车拢无啦，电视拢无啦。你想看阮迄届吼，阮迄届规班内咧，敢若3个人穿鞋啊尔呢。规班同学无人穿鞋啊呢，规班无人穿鞋啊，敢若3个。你知迄3个啥物人无？因为特别的人较有。第一个吼，校长的囝甲我共班，校长的囝穿鞋啊。过来船长的囝嘛甲我共班，嘛穿鞋啊。啊，阮爸爸咧，阮爸是家长会长。毋是团队啦，毋是团队，是家长会长啦。家长会长、校长甲船长的囝3个穿鞋啊，其他拢总无穿鞋啊。你在足落伍的所在哦，礼堂迄阵拢无车，敢若脚踏车尔。所以阮迄阵有一种想法，若会当坐车，看到车，望到车，偌欢喜咧。迄阵哪有啥物车吼？迄阵的车拢食柴油的车，你无？古早车是毋是食柴油？迄囡仔拢毋捌看过车，迄车一入来吼，每一人欢喜到要害，要创诶，毋是摸车，要数迄个车排出来烟，哦，毋捌数过，真诶欢喜到要害，因为毋捌数诶迄种味啦，迄种味真特别诶，逐个囡仔都压伫迄个尾啊，有够高级诶，足兴趣，摸车、骗车、坐车，但是无机会啊。莫讲坐车啦，莫讲坐飞机坐船，敢若坐车都无安坐。毋过上帝真特别咯，就安排讲阮有机会啦，就来较都市的所在。后来咧，我做兵咧，你知我做啥物兵啊？做空军咧。哦。空军甲身体无关系，因为空军内底嘛较矮人啊，甲遐空做遐有诶无嘛啊，嘛爱较矮人去做空军啊，你吼。我哋去做空军，伫屏东做空军哦。我咧讲，阮这庄下囡仔将来毋捌想讲，阮有机会坐飞行机。结果阮伫屏东机场做空军的时，阮会当坐飞行机拢免钱哦。阮空军坐飞行机免钱哦。比屏东坐飞行机摕到新竹，啊新竹才搬车转来苗栗安尼。逐摆转来拢安尼坐飞行机呢，坐飞行机呢。我早间想讲，看当骗迄个 QV 哦，哦，即摆坐飞行机呢。为什么有这个机会呢？因为上帝通过爸爸工作场所的改变，上帝通过我做兵这个改变，互我有机会当坐飞行机。真诶，上帝赏赐咱通过生活的一个经历，互咱得到无上祝福。哦，我相信上帝嘛通过咱父母，你可能咧调整伊的徛家的所在，互咱能得到真侪咱以前想袂到祝福。哦，上帝通过生活的经历，互咱得到上帝祝福。所以每一个祝福对生活来祝福，拢是上帝要互咱的一个恩典安尼吼。有6项哦，上帝通过6种的管道，互咱祝福。第一个就是父母，要嘛，第一个，第三个，第四，第5个，第6，真诶咧，上帝通过这个物件，互咱吼，产生一种的想法，你知影啥物想法？就是我是真好命。真有价值，真自由，真有人听，做唔到代志嘛，袂讲真要紧，有人会甲我管教。我是会当真自由自在过日子呢。
这六种的管道吼，若真好势发展伫咱的生命中间时，咱即个人有一个想法，一个信念，什么信念？我是自由的，我是有价值，我是有人听，我是会当真好势。我若做唔对，嘛袂想讲啊去了袂，因为我知影有人甲我收啊。当这六个管道若真好势的时阵，会当帮咱有这种信念。我安尼讲，你会当了解对这个自我信念。这个自我信念会真健康，会真定着。你知有人吼，这六种管道若无真好势吼，这人会安怎？迄个信念会错误。我是无人听。咱想讲一个单亲的囡仔，一个单亲的囡仔有可能，伊比双亲的囡仔有可能伊大汉的时，迄个自我信念较强的。伊就讲我是无人听的，因为阮爸爸离开阮啊，甲阮弹掉啊，阮妈妈生过我饲大汉啊。有可能是因妈妈是叫因大家赶出来啊，所以单亲的囡仔有可能伊伫即个父母的教养顶头，伊可能无得到满足，所以自我信念有可能会安怎会较走转。我咧讲，恁毋知当了解无？了解吼。啊，是哩吼，我若无拄好讲着你吼，你就爱原谅我呢。我毋是挑人讲你的呢。咱伫摆咧上课过程中，咱嘛无拄好讲着你的心内艰苦事吼。你莫规个压起来哦吼！你爱甲主讲主啊，虽然即阵讲着，敢若讲着我，求主教我保护我即个情绪，互我即个情绪会当保护掉咧。莫因为我的情绪吼来影响我的学习，安尼好无？因为每一项过去拢无相伤害啊。就是阮爸爸是牧师吼，阮嘛是去伤害甲东倒西歪呢。真诶呢，可能邱老师嘛是邱老师，恁爸爸嘛是牧师嘛对。牧师古早牧师嘛真足辛苦呢。嘿，我嘛是受真侪艰苦，可能对时代来、对教会来，真侪艰苦伫阮的中间。所以咱今日讲这个课程，就是讲有真侪艰苦心的代志，咱过去有发生过。啊，今日咱有机会上这个课，毋是要揭疮疤，可能会讲到咱的艰苦事，但是求上帝帮咱保护咱的艰苦的心情，互咱伫适当时间，主才适当甲咱医治甲恢复。因为咱这个上会上了时，最后。有可能会替咱一个人的个别服饰，伫拢总上课上了时阵吼，会替咱祈祷吼，特别要过去，等于上艰苦迄个经历内底吼，啊，即阵还未开始，所以即阵是知影尔，吼，知影尔吼，所以别人若讲到你艰苦心的时候，你着爱甲求圣灵包掉咧哦，莫马上爆发安尼好无？啊，莫马上讲，莫马上啊变出来咧啦吼，啊面慢免。过头歹看，小艰苦一个无要紧，吼啊，莫马上靠甲安尼吼，吼安尼嘿，因为阮伫别个所在讲课的时阵吼，即代志无讲，啊有人是有可能讲，迄个人第一节无来，第二节来，有诶第二节无来，第三节才来，啊讲你个艰苦事的时阵吼，规场咧哭甲东倒西歪呢，哇，我去了，所以咱先讲话讲头前，万一讲你伤心的事，拄好甲你过去的经历完全共款。你就甲伊包起来，安尼好无？哦，等适当时咱再来处理吼。好来，这是啊，咱这上帝通过六种礼拜祝福咱吼，互咱当得到一个真好的一个信念。啊，这个信我内底有写几个哦，足紧哦，跳足紧，无紧。迄着我拄好讲的遐个物件啦吼，就是会感觉我是真自由，我是有人听，我是会当有接受，我生活是有目的的，我是有价值的，我是稳准做唔到代志，但是袂去拍甲东倒西歪安尼。这点真好的信念，讲你的信念。啊，你有这个信念时吼，你就知你是什么人，你是有价值的人。当人的想法啊真定着吼，人的想法啊真对，这个人就知影讲我是对的人。人的想法啊唔对吼，伊就感觉伊这个人吼是唔是好人。所以这个六种管道啊真定着真好势，这个人就让有真正确的信念，讲我是有价值的，我是有人听。然后咧，伊就针对有一种诶，咱讲有一种诶身份中，我是有人听诶人，我是好命诶人，我是做唔到代志，但是有人会甲我听受甲包容诶人。所以这个信念若对，这个人就真对。安尼，我安尼讲毋知你了解无？好，所以咱这讲有三种，这三种吼，针对一个，伊这个所在是这个信念。信念啊对吼，伊就知伊是啥物人，就核心身份，伊是啥物人，伊是无价人，伊这毋是没有价钱哦，是无价吼。
不然伊有上帝特别的呼召，伊是凊彩活一个世间的人啦，伊是有上帝特别呼召啦。第三个，我会当信任啦，我会当信任这个神吼，这个神是好的神吼，我会当信任吼。然后伊就让产生出，当伊若有真价值时，伊就产生出真侪好的果子吼，对无？这六个根头吼，若真对，这个树棵就会真勇，树枝就会真赞，啊，水果就会真济。安尼讲，会当了解吼？顶头真济无相款的水果无吼？这个水果当下摆根头若真好势，水果就出来。所以当一个人过去上帝用6种物件甲咱祝福的时阵哦，咱这个人就会成为顶头这个水果这种的人吼。咱毋是要甲主讲主啊，我想要喜乐呢，因咱有当拢想讲，圣经的规矩吼，咱要甲主讲主啊，我是基督徒，主帮助我较喜乐一撮，较喜乐一撮吼，安尼，咱会甲主讲，我想要较喜乐，但是一个人要有喜乐的性命吼，咱毋是干那甲主讲主啊，互我有喜乐。你知影一个人若甲主讲我有喜乐吼，有可能发生一种代，你知影啥物代志？主讲好，你若要得到喜乐。我互你伫生活中间，互你真侪真艰苦的什么代志，因为要训练你有一个喜乐的信仰，因为你甲我祈祷啊，讲主啊，我要喜乐，我要喜乐啊，啊是你甲主讲主啊，我要忍耐啊，主讲安好，互恁囝吼安尼讲的真大声，互恁大家讲的安真大声，其实主要互咱忍耐，主要互咱喜乐，主要互咱各种无共款的圣神的规矩的这个物件，但是。这个物件毋是甲主讨讲我要这个物件，是讲主，互我6种根头拢真好势。说主6种根头若其中1支2支若无好势，主当我这课程上要时，你来帮助我，互我伫这6种根头内底有2种无好势，时阵，恁2种到底当时发生啥物代志？伫发生遐代志时，你迄阵伫倒落，我要用上帝眼光来看过去每一个伤害事件。当我用上帝眼看过去伤害事件，这个事件就无过是伤害。啊！这个根头真係真定着真好的根头。我咧讲，你毋知当了解无？咱举一个来讲吼，举一个来讲讲，一个查某囡仔生出来的时阵，伊是大查某囝，大女儿。你知古早人是拢爱生第一个生查甫的，对无？迄是讲无拄好生查某，是讲生查某嘛袂歹，因查某歹教少伫遐教，无啦第一个生查某，规个下骹拢乱七八糟，对无？所以生查某嘛好，啊毋过讲是安尼讲，上好是生查甫的啦，对无？古早阿嬷拢嘛安尼，生查甫对无？啊毋过有一个姊妹，伊是大查某囝，啊伊生出来时喏，因爸爸嘛就足懊恼，讲我来生一个查某的，吼，查某会使啦，查某第2、第3个无要紧啦，但第1个爱查甫的。特别这个人吼，这个生这个查某囝，这个人是军人。伊讲就爱生查甫的，但是生一个查某的。啊，这个查某嘛真知影讲爸母就毋茫生查甫的，所以伊就有一个决志，我要互阮老爸知影，生查某袂生比生查甫较差。所以伊就拍拼读册，甲因爸爸妈妈斗骹手。下骹嘛有小弟小妹啊，但伊要互因爸爸知影，伊要互因爸爸妈妈知影讲我。是一个真好的，比查甫我好。24年来，因爸爸拢无改最生日过日的性命，拍拼做代志，共有家庭，照顾小弟小妹，但因爸爸拢无改做过生日。24岁迄年改做生日，迄个生日就是一碗面吼面条，顶头一粒鸡卵。透早时，这爸爸就甲这查某囝讲：“俺查某囝，这是我替你做的这个生日。”这个查某囝吼，伫迄个当场是流目屎。24年来，爸爸拢无甲伊看在眼内，伊拼较济啊，比查甫做较济啊。你知，这个姊妹若去用祈祷时，伊若倒转去吼，阮咧替这姊妹祈祷时咯，当时爸爸甲伊生出来时阵吼。为什么上帝甲伊创造是一个查某的？难道上帝创造是错误吗？阮就带伊转到当时伫老妈妈的子宫内底，互伊伫妈妈的子宫内底看到上帝落来，互伊创造一条这个查某到底上帝什么意思？当伊用上帝眼光看上帝对伊创造是
查某的时阵，伊规个目屎拼来讲，我生做查某是上帝对我一个祝福，对家族的祝福。因为这个家族若是出来就查甫的，就去了了。加来这个家族内底是对查某开始。真侪事对于上帝眼光看迄个事，啊若无迄个事就是伤害事。我安尼讲，你毋通了解无？这个24岁查某囡仔哦，24年时就真侪冷落，老爸看袂起。毋过当伊尾也接受服侍祈祷，我甲讲，其实我比创造将这个女的是上帝完美的创造。你嘛是上帝完美创造，你嘛是敢毋是？女的嘛是上帝完美的创造啊！上帝是用适当时间将你放到这个家族，要带这个家族温暖，互这个家族真柔软，互这个家族真祥和。迄个查甫来吼，规间都，你查甫来为的是安规间都，咱查甫拢安尼嘛吼，较车嘛对，较车。人查某袂车呢对，来天规个家庭真好势，对啊囡仔。这个爸母想哦，家在是第一个是查某的，安尼较敢生啦，因为较好顾。啊，第一个查甫时毋敢生啊，惊着阮生到这个啊，第二个佫查甫嘛，安尼去了了了吼。所以第一个生下查甫的啊，真温和。迄个爸母的心就感觉安尼好，佫生一个，因为好带嘛。迄毋知是毋是你吼？咱要通过6种管道，互主甲咱医治甲恢复。互咱即人知，咱骨科是真好，手科真好势，手机真好势，然后生出真侪真水鬼个。你知，这是一个上帝祝福咱一个原则。毋过魔鬼嘛知影，魔鬼讲上帝用这6个管道，互你得到上帝祝福。魔鬼嘛知影，伊要破坏这6种管道，互人伫6种管道应该得到上帝祝福，但是这个真大亏损。上帝通过家庭，互咱感受到温暖。毋过魔鬼破坏家庭，互家庭父母离婚。翁啊去大陆工作，迄囡仔伫爸爸无伫的时，真正需要爸爸的照顾的时阵，啊，毋过爸爸为了工作，我就爱伫大陆，对。迄家己上帝保守呢，佫别人照顾呢，对无？就是魔鬼知影讲上帝要通过家庭、父母，要互囡仔得到上帝祝福，毋过伊互伫社会就做着真侪混乱。有时阵，父母安怎？因为冤家分开，因为工作分开，互囡仔应该伫家庭得到这祝福的，就失落去家后去。我讲毋是讲你哦，你莫发艰苦心哦。好，你知无？上帝通过6个管道要祝福人，魔鬼嘛通过6个管，上帝所创造6个管道，要破坏上帝对人的祝福计。这个祝福是一个属灵的原则，但这个属灵原则，魔鬼嘛看到讲，这个会互伊达到破坏人的目的，所以嘛用这6个管道要进行破坏。啊，有影就对啊。有的人出世的时阵就无老爸，对无？有的人出世伫细汉的时阵，因为工作因素，爸爸无伫身躯边，有这种的啊。啊，有的人伫这个家族内底时哦。爸母可能拢出外，啊伊咧，伊无法度甲爸爸做伙，妈妈做，伊爱甲阿公阿妈做伙。有个囡仔出来时，伊无法度伫真，伊身躯有供养啊，伊无法度伫真好势校读册，伊爱去真特别的所在读册，受到真侪艰苦。可能伊较含慢，即个囡仔较含慢，去校读册时阵，囡仔老师用真重话来接治咱的囡仔，甲咱囡仔讲。讲，恁老爸是安怎生伊的？哪会生到你遐尼含慢？有可能咱的囡仔伫学校去老师安尼凌厉，学校老师是要祝福咱的囡仔呢。不过今仔真侪囡仔伫学校受到真侪凌厉，敢毋是？阮囝吼，阮囝伫以前读幼稚园，毋是读一般的幼稚园，读迄教会幼稚园的，教会幼稚园的。啊，教会幼稚园是无咧教宝宝们的呢，古早。拢教耶稣听你我知命，因为记载伫圣经。安尼好啦，这好读圣经记都好啦，但是就无咧读，无咧真少读迄个宝宝们宝嘛。啊，外口有诶，即个幼稚园是到大班拢读宝宝们正音嘛。对。啊，阮迄囡仔无咧读迄个宝宝嘛，啊，感觉这无重要。欢喜去学校就会晓宝宝们啊，搁要提早学，毋免。叫去学校时，规班差不多逐个拢会晓宝宝们啊。敢若阮迄个囡拢3个袂晓宝宝们诶，
不要啵啵啵啵啦。去上过，迄老师甲伊讲，叫恁的上帝甲你换接头，换怎头？换会晓啵啵啵啵的头。伊在迄讲讲了，就阮囝吼为教室行，毋知影行出来，行无路啊，忘去啊。迄囡仔甲迄个老师甲阮囝讲，等于甲恁上帝讲，换一个会晓啵啵啵啵的头壳。足残忍呢！迄天哦，阮囝下课哦，找无路出来呢，是我入去教室甲伊带出来呢。今仔有真侪囡仔伫学校受到无相伤害，当然你的囡仔受伤害，我的囡仔受伤无共款。毋过受伤害是今仔真侪囡仔伫就学中间会这艰苦。咱的上帝通过六种无相款的教要祝福咱，毋过魔鬼嘛通过六种无相款上帝所安排管道。破坏上帝对人的祝福。你种人吼，你知魔鬼嘛真知啊，所以魔鬼就用这六种管道吼，像我咱为基督徒，啊，讲为外口人去算命的算命对，毋知咱会去算命。你知因爱去算命，你知无？因为咱的命已经定着好势，所以算命一定会准。为什么准？因为上帝已经替咱一世人安排甲真好势，这是真的，毋是假。所以算命甲咱算出讲当时安怎吼，毋是伊知影啦，毋是伊发明的，是上帝已经将咱一世人的祝福记录圣经内底。所以诗篇139篇13节到16节安尼讲，咱还未出世以前吼，上帝已经将咱记伫生命簿内底呢。一个基督徒一世人已经伫上帝已经记录好势啊，当时安怎应该记录好势啊。所以算命先啊，甲算出咱的命当时安怎，我感觉还好啦，因为迄本来就定着好势啊。我到大概26岁就结婚啊，30岁一定有一个囝，啊32嘛有一个囝，对。迄上帝早就定着好势啊。魔鬼撒旦用上帝所创造的物件进行破坏，当然人犯罪，所以互魔鬼有机会进这管道。影响咱，互咱无得得到上帝祝福。吼，这六种的管道是上帝咧使用这六个管道来祝福咱。毋过魔鬼嘛用这个物件来破坏咱，互咱无得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毋免担心世界的迄个邪灵的势力，讲哦，伊会晓甲你算命，伊会甲你讲你后摆会安怎？毋是伊足厉害，是因为上帝已经替咱备办好势啊。讲因通灵，其实嘛毋是通灵。讲通灵，咱嘛通灵，咱无通灵。咱基督就通灵，敢无？基督甲天顶的神讲话啊，咱嘛是通灵的。六种的管道，上帝对咱祝福的一个方法，但是魔鬼用这个方法破坏，有影对吼？咱来看两幅图吼，这两幅图，第一幅图就是这三角形的图吼。这个灵命就是人甲上帝这种的关系。上帝创造亚当夏娃。然后通过亚当夏彼此的三兄，互受造物也庇荫着上帝祝福吼。亚当甲夏娃彼此三兄，互这个上帝所创造的物啊，嘛得到上帝祝福，因为三兄会当互周遭庇荫着上帝祝福。啊，毋过吼，当亚当甲夏娃中间因为犯罪带来伤害的时阵，周遭也受到真大的亏损。吼，因为犯罪就是真大亏，有影对着。翁某若三听，爸母若三听，囡仔吼就敢若是天堂内底对。啊，爸母若冤家吼，我囡仔嘛歹过日子啦，艰苦。今仔为爸母先到冤家对无？囡仔上歹命。毋过爸母若用听彼此三款歹时阵，囡仔就无啥会晓读册吼，戆吼嘛敢若是天堂内底呢。但是爸母若成在咧冤家。彼此伤害时阵，莫讲囡仔，连碗盘就出问题了。真的，连碗盘嘛出问题，连遥控器嘛出问题，连电话嘛出问题，真的呢。吼，今仔日上帝通过听，互亚当夏娃会当彼此连接，产生一个真好的关系，嘛甲上真好的关系，受造物周遭所一切拢得到上帝祝福，也真好势。家庭嘛共款。上帝互这个家庭有一个爸母做伙，爸母彼此相听，互囡仔庇荫着上帝祝福，互上伫厝内底每一件物件嘛得到真好势。毋过这个爸母来冤家，彼此伤害时阵，囡仔受亏损，厝内物件受亏损。
啊，无你知哦，这魔鬼就是安尼，就是若会当破坏上帝吼，伊就尽量想办法破坏啦。伊袂堪伊上帝祝福人，互人真好势，所以看到约伯的时吼，伊就挡袂掉，对无？约伯也无惹伊啊，对无？因为魔鬼无爱上帝祝福人，所以当看到约伯的时，伊就甲上帝安怎？甲上帝讲。但是，只袂咱今仔要看即个人的对道吼，毋是偶然的事吼。上帝通过六种管道要甲咱祝福，魔鬼嘛通过六种上帝创造六种管道，一直要甲咱影响甲糟蹋。我拄好讲迄六种物件，第一种物件讲迄个，我都第一种讲啥？爸母吼，吼，今仔有人伫爸母地方得到伤害，今仔有个家族得到伤害，吼，今仔日有个人伫即个亲密得到伤害。讲伊的家庭毋是亲密的家庭，是伫破裂的家庭。有个人伫即个官兵受到伤害，吼，可能伫厝里无受到伤害，毋过来教会受伤害，所以就离开教会。吼，有个伫学校受到伤害，就离开换学校；有个伫公司受害，就离开这公司到别个公司去。过来就有可能咱的文化影响咱。其实台湾的基督徒吼，嘛直接互台湾的文化影响呢。台湾的基督徒。咱有当时，咱虽然信耶稣吼，毋过咱讲耶稣的文化也真富，台湾的文化真高，所以咱有真侪基督徒依然遵照台湾文化来过基督徒生活。我记得顶日有甲咱讲过，真诶是安尼。咱讲友好时代，也是讲查甫较重要，查某较无重要。吼，即种拢是台湾的文化。上帝无讲查甫较重要，查某较无重要。上帝嘛无讲叫咱孝顺爸母呢，是爱孝敬父母，不是孝顺父母对。对，爱孝敬啊，就是爱尊严咱的爸母啊。吼，爸母有公菜，但是毋是无谓的顺服啊。因为有个时代人是某一部分真软正，你若一直无谓的顺服的时阵，受咱真大的亏损。但是孝敬爸母，互爸母有公菜。有民主是咱做事的应该爱学习的，吼，伫主的内底孝敬伊吼。哦，咱将要来讲就是创世纪第3章的所在。创世纪第3章的所在吼，咱要看这段经文。你若会使，你会当拍开你的圣经吼，咱要看这段经文。是咧，要看这段经文，以前国家拄啊，要做点说明吼。如3种有6种尔的家庭的伤害吼。第二就是世代罪第3个破裂的关系。我遮内底有一张图哦，一幅图。这幅图就是咱4年前台湾这个结婚甲离婚，应该每一个家庭应该真亲密的。不过真侪家庭拢真破碎。我记得我查去年台湾的地哦，台湾一年平均到15万人15对结婚，大概5万对离婚啦。平均去年嘛差不多安尼。哦，平均大概40%哈，35%-40%离婚的。不过这是来自无统计的，无统计嘛，不较济敢毋是？听讲2个就1个离婚啦。台湾啊，应该真亲密的关系，互咱得到祝福的，但是人受到真大亏损吼。过来就是关于人为伤害、文化的伤害、意外伤害，吼，这个伤害会破坏人甲上帝关系啊，破坏人甲人的关系吼。当6种关系若出问题时，人甲人就出问题，人甲上帝来出问题，吼。所以咱要做来学习，特别咱要做来看一段经文吼，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第3章的所在。创世纪第3章，咱要用这段经文来学习吼。其实创世纪第3章就是人犯罪以后一个记录吼。有人讲吼，这个人若无犯罪，毋知偌尼好吼，无犯罪啦吼。人若无犯罪吼，的时阵吼，咱读圣经就免读较济，大概读到创世纪第2章就差不多啊。对无？应该讲嘛吼。若无犯罪，咱读2章就会使吼。啊，毋过人有犯罪，所以犯罪互咱读圣经读较济安尼吼。这个创世纪第3章是讲到人犯罪，啊，人哪会犯罪呢？是魔鬼伫中吼来做影响甲搅扰，人才会犯罪。本来人是应该袂犯罪，但因为魔鬼伫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，咱讲爱甸园内底，魔鬼借着上帝创造来破坏人的工作吼，互人受到真大亏损，来犯罪吼。你若一个人犯罪时吼，会有人造成真大这种信念的错误，也是核心价值的错误吼。伫这个创世纪第3章这个所在，咱要对第3章对来学习吼。当一人犯罪时吼，
第一项就是伊会感觉犯罪以后，伊的身份还是核心价值，还是讲伊的信仰会出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伊会感觉家己足见笑吼，就是犯罪人会感觉家己是足见，羞耻啦。咱台语较歹听啦，台语念较歹听。迄华语讲羞耻，羞耻，但是唔好念台语，台语较无法好听。就是迄个羞耻心真重，吼，一个人犯罪以后，迄个羞耻心会真重吼。所以圣经有记载讲，当因犯罪时吼，即个阿当就甲即个上帝讲，因为阮恰心赤身肉体吼，阮无穿衫，就足见笑安尼吼。有影人犯罪会感觉家己足歹势、足羞耻，吼。好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人犯罪时会互人产生第二就是咱想要，莫互人知影啦，你立起来插立起来吼，所以阿当就立起来了吼。做毋对代志立起来，每囡仔做毋对代志嘛安尼，敢毋是？我哋讲大人嘛共款，做毋对时就立起来。好，结果毋知，拢无人知影安尼吼，上介好。所以这段经文讲，当即个人犯罪时，阿当夏娃犯罪时，伊就安怎？因就立起来，伊就消失家己吼。这第二、第三就是人犯罪了，阿当夏娃就开始有惊吓吼，听到上帝的声惊吓。其实上帝是爱甲因讲话。这个遮亲密的一个神，当因犯罪时阵，因就毋敢甲这个神讲话吼，因就开始有真大的惊吓，真大的惊吓，所以就立起来吼。第四就是开始好认吼，好认上帝所创造的一切。这个阿当甲上帝讲，甲我做伙徛起的查某人、妇人人吼，就开始就是否认，还是讲转移，还是讲转移这个该负的责任。有影就对吼，一个人犯罪吼，看咱找啥物来看无？哦，咱像讲扫罗对无？扫罗犯罪时阵，扫罗上帝甲通过撒母耳甲扫罗讲安怎？讲打败这亚玛力人的时阵吼，爱等我来才当献祭对无吼？这段根本你毋知有印象。毋过吼，这个扫罗就提早献祭，献祭了后呢，撒母耳才来对无吼？撒母耳伫伊献祭了，撒母耳对后壁来。然后撒母耳就甲扫罗讲恁爱献祭，这个扫罗甲撒母耳讲啥？讲因为吼，讲因为这个讲啥？讲因为这下凯人吼，下凯人讲会当讲啥呀？伊讲啥？反正伊就无证，你给毋对就对啊！吼，伊讲因为是敌人太多吗？还是讲尾来讲吼，因为你想晚来啊，你甲我讲7天要来，结果你想晚来，就是拢无讲家己毋对啊，拢讲别人毋对安尼吼，对啊。虽然找真侪理由已经讲出来，但是最后伊嘛受到处罚，敢毋是？人犯罪时有可能就安尼，就会开始好认吼，好认，这是第5个。第6个就是人犯罪时会开始会拒绝吼，拒绝上帝互你的。所以这个阿当甲这个上帝讲，你所想事我这个甲我做伙徛起妇人人，拒绝这个，你在这个是伊骨中骨肉中的肉呢，上介下伊的呢，上介赞的一个。但这个时阵因为犯罪，伊就拒绝这个妇人人。这是过来就是伊就开始会分离跟分裂吼，讲是迄个妇人人。不过这个妇人人拄开始是讲是我骨中骨肉中的肉呢。不过犯罪以后就安怎就分裂的概念吼，过来就是开始会怨恨吼，怨恨，过来有真侪痛苦。咱来看第三章，你到尾也有真侪无相款的艰苦，临到一个人的中间，对立艰苦，然后有针对一个孤儿，最后有怨妒、比较、愤怒。你内底应该有吼，人犯罪时阵有真侪无好的物件临到咱中间。你看最后倒数第2个讲，人犯罪时就真侪负面的想法、负面的宣告、讲我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一定人甲我杀，吼，人会杀我啦，因为上帝要甲伊驱逐吼，驱逐咱的话要安怎讲哈？赶到伫当兵哪？这就是循环啊！魔鬼就是安尼，先甲你讲，你是对种人，你是无人比的。你是无人听，你知恁父母哪会离婚噻？就是因为你本来你也未出来，恁爸爸妈妈关系偌好，你一出来了吼，开始冤家，互咱一个错误的想法，讲你是制造互爸爸妈妈分开的迄个祸首，
啊，有的囡仔就安尼接受啊，一直到大汉起来。咱的信念若安尼时阵，咱的成就真歹。过来咧，迄个人意志就真弱，弱了时信念较差，会阁学袂成。人的意志力歹就学袂成。咱就讲一个人吼，一个人的身躯若无好吼，身躯若无好，就会学袂成。身躯若一个人啊，意志很弱啦，意志很弱，伊就搞病，对。是心灵的病嘛，共款啊。一个人的内底，若意志力很弱的时阵，伊就佫无好的想法，佫较差的想法。魔鬼就是要伫咱的军员内底，伊无法度改变这6种面，这6种的管道拢是上帝要祝福咱的，伊无法度改变，毋过伊会当破坏，互咱通过6种管道有一个错误的信仰，互咱感觉讲我是一个失败的人，我是一个袂当做毋到代志的人，我是一个无人比的人，我是一个安怎做拢无得到人疼惜的人，我是无自由的人，吼。这个这个错误的信念一直人的人头内底，所以伊就感觉讲我是对种人啊，然后咧，伊就开始生出无好的水果出来，无好的想法，无好的情绪拢想出来吼。这是魔鬼所做的工作吼。啊，这做了一个人，因为安尼就中了撒旦的计，然后伊就把咱种的信仰，咱讲核心身份。我拄仔甲咱讲，迄人树啊吼，迄个树棵哦，迄个树棵。若真好势时阵，迄个树枝就真好势，水果会真济。毋过树棵若毋对时，就是讲迄个核心身份，咱来接受撒旦互咱的，就是我本来是无价的人呢，我是有上帝呼召的人，我是一个会当信任上帝这种人，这种行为人。若叫魔鬼破坏时阵吼，咱这人就无法度生出真好的水果出来吼。啊，这个魔鬼是咱的这个核心身份内底，互咱错误想法，吼，伊会互咱感觉足见笑。罪恶感，我先把这物件先秀出来。毋知你内底有这物件无？有哈？你内底有这物件无？有。有这物件无？有。毋知这物件倒一项是你的吼？毋知倒一项是你的？你在这个魔鬼伫咱的这个核心身份内底吼，藏这物件，吼，有的人会感觉家己是。拢一直去互拒绝，有的人感觉家己拢是，感觉家己是无人比的，吼。有的人感觉家己一直拢无真好势，不够。别人甲伊讲你做了真好，但是一直感觉自己不够。有人家己会感觉是有罪恶感。这种的这个核心的身份吼，毋是上帝互咱的，是咱6种无相关的关系去互魔鬼破坏了后，人就这种核心身份，要安怎讲？就人感觉人就这种人，就是我是。觉得很羞耻的一个人哈，觉得我是罪恶感的人，就是基督徒吼，买安尼呢，基督徒买安尼，感觉足见笑。以前我读新人医的时吼，我是几年，1972年去读神学院，吼，迄阵读新人医的时阵有6年制，嘛敢若有读3年的，啊高中毕业就读6年安尼吼。啊，我是读二专毕业的，啊，就去读2年，为个大学部2年开始读起。当我去新人医的时阵吼，有接一种观念，因为迄阵吼，有人拢讲去读新人医的吼，就是较歹才读新人医。因为阮兜有3兄弟啊，我顶头有一个阿兄读成功大学，成功高中读交通大学。高雄大学东站，成功高中，然后念交通大学。伊无去读新人医，伊就直接去读交通大学，了后去电信局上班，一直到即阵。啊，我这是吼是较尾学册，是读高工，然后读专科学校。当然，我是真顺服爸爸讲你读新人医，我读新人医。毋过迄阵的想法是讲读新人医拢较歹。看阮兜就知影，较歹拢读新人医。真诶，迄阵阮诶想法来着，迄阵幼稚，啊叫魔鬼影响，所以见摆若对山骹要坐公车去山顶诶时阵，坐公车啊坐客运车，要山顶时，若有人问讲无人，你要山顶是要创啊？我要倒来学校啦，啊恁读倒一间，阮读文化大学啦，因迄阵文化就有啊嘛。
阮读文化大学啦，安尼。啊，阮伫遐落车的时阵，啊，伊讲你要带落车，我伫遮落车，啊，你要遮落车，因为想讲运动一下啦。为咱新人伊行路要行去山顶，算讲运动啦。所以咱就坐公车坐到即个岭头，啊落来，啊了慢慢散步要去文化大学。人若问我讲你读新阳明山读个学校读倒一间，我拢讲读文化。我袂读讲我袂讲我读大神，因迄阵的想法讲读大神足见效的代志，拢袂晓读这搭读新人一样。其实，那会安尼，因为咱的根源被破坏。撒旦互咱一种错误的想法，歹拢读新人。我嘛接受这种的信念，讲对，我读新人是歹，所以感觉足见效。见摆有人问我的时阵，讲你阳明山迄间学校是对间，我拢讲文化大学。毋过我为这代志已经认罪悔改。人会感觉真见效，一个核心身份讲我是真见效，我一个失败，我一个错误。真的呢，我伫伫迄个三二读册读高中，我伫三二读高中的时阵是普通班的第一名。普通班第一名，来台北读册考试，我考试就无考到台北的高中。迄阵阮上尾一间叫国立华侨中学，毋知有搞钢旗的人无？国立华侨是上尾一间咧，我嘛无考到啊。而且我伫考4间学校，对北联到五专到师专到高工，我拢无考到，我就去建学补习班补习，台北桥遐。建学吼，去拍甲东倒西歪，了过两年搁考，嘛无考到高中，最后考到大安高工，所以感觉讲，我是一个读册足缓慢，足无法度读册，嘛读无册人。我一直安尼讲我家己呢，伊到新人讲无怪哦，袂晓读册拢入新人，伊就是真诶物件。当咱的信念去用破坏时阵，去用魔鬼破坏时阵，咱就想讲我是对种人，我是一个袂晓读册，我是一个无价值的人，我是安怎读拢无法度老爸有面子的人，我是不管安怎做拢无法度得到人的疼惜的人。毋知咱在座有人是这种人，魔鬼通过哪个管道，毋知对着管道，甲咱破坏，互咱的核心身份出问题。我哪有价值？我哪有价值？我就袂做牧师啊！我就做总统啊！我哪有价值？我就做教授啊！就安尼啊！这种错误，这种核心身份，毋是上帝予你的，是魔鬼通过上帝破坏上帝对你的创造，用6种不相关的管道，毋知对种互你的核心身份改变。不过上帝要改变你，虽然这6个管道，其中一个管道叫魔鬼破坏使用。互你甲我造成真大亏损，咱讲核心身份就真亏损。但是上帝照常要拯救，因为无迄种罪上帝无法度赦免，无迄种错误上帝无法度拯救。吼，这魔鬼就从安尼破坏咱吼，啊，然后咱就4秒钟到一个迄个咱讲防卫机制就要破坏了，因内底拢有吼，咱要真经验跳过，因为咱较强是讲尾后所在吼。这个物件就是当一人的信念，若讲我是对种人的时阵吼。就可能产生这种情况。咱举一个来讲吼，一个人拢一直真爱逃避，真够逃避的人吼，应该毋是先天就够逃避，是因为伊有一种信念，接着信念，我是无价值的人，所以有可能伊就安尼逃避。即摆教会人讲，某人，请你出来服侍我，我不爱，我要再服侍，啊，了选到伊1年拢无去碰见啦。等迄1年了伊就出现了咧。以前我连教会服侍就安尼咧，就是安尼就逃避。为什么逃避？因为伊接受一种的概念，什么概念？我是无价值的人，所以选伊做妇女团体会长，选掉啊，迄年伊就无来啊。啊，迄年了时佫走出来，有这种人咧，教会嘛有这种人，你甲讲无人你来服侍着，我无法度。你要叫伊做吼，安尼我袂来，我先讲我袂来啊。迄个防卫机制，等是我信念呐，接受它，你若接受、接受，这个
防卫机制就会破损，所以有人真会酗酒，酗酒，这个挡袂牢，看到酒就一直啉安尼吼，迄个酗酒，毋是人先天就爱啉酒呢，毋是啦，是呢魔鬼，互伊一个错误的信念，甲伊讲，你是无法度出头天，你要出头天就爱啉酒，啉酒了你就是老大的，就来啉酒啊。错误的信念造成人迄个防卫机制出问题，这内底有真侪拢是安尼。无论是对这种错误的，像有人真活叫自在，其实这嘛是信仰啊。为什么要自在？因为感觉家己是一个无价值的人，无价值本来就要自在，敢是？防卫机制，我着保守个信仰，这个防卫机制破损，想要自在，尽力接受这种信仰，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。过来，咱撒旦，当你若接受这个信仰，然后你嘛防卫机制是破损的时候，就这物件就是三星吼，这水果就是三星，规矩就是三星，这水果就是三星。你讲完美主义吼，完美好不好？完美很好啊，但是完美主义就不怎么好，安尼讲唔对。今仔有真侪人性命好，真侪无想过水果会啉到人的中间，毋是上帝对迄人的创造原理是安尼，毋是，是呢魔鬼通过人个无相关的祸害人，互人接受一种信念，我是无价值的人。然后呢，这个无价值的人，你接受他，你那个防卫机制就受破损，然后呢，你就会产生这种水果出来，可能你就真惊，可能你就真够受气。可能你会真掌控，真爱掌控，因为我无价值啊，我若无掌控，我就无价值啊，所以伊伫教会就真爱掌控，有人真爱掌控啊。上帝创造人是无迄种爱掌控的故事，无甲爱掌控的物件创造伫人的内底啊。啊，若安尼上帝就无完全，安尼讲毋得对无？应该是安尼啊。是拢真完全一个人，但是这个上帝祝福人的六个管道叫魔鬼破坏，这个人嘛，这个六种管道来受亏损，伊就产生信念，我是无价值的人。然后咧，这个观念接受伊就破坏伊这个防卫机制，然后伊就安尼时就开始产生这种水果，就是掌握的时阵，我就有价值。啊，若无咧，足够发生的。你莫讲着话，你若讲着，伊就开始发生的。今仔为了教会人嘛，真好发生的。开会时阵发表咧，发表大家就惊伊啊，因为要互你知影我有价值。毋知咱教会有种发表啦，袂啦吼，对吼。这上帝通过六种管道要祝福咱吼，我请咱记牢这档树啊吼。上帝通过这六种的管道，要互咱记到一大祝福，互咱生出真好一个水果出来，伫咱生活中间有圣灵水果来发生吼。啊，毋过魔鬼嘛，通过六种管道破坏人，互人受真大的亏损吼。有真无好的生活的一个习惯方法，啉到人的中间吼。今仔有真侪人会错误，无论做啥物代志，感觉真无好势，其实迄毋是上帝创造的。你在教会有人吼，真歹人，真歹冤家，真歹人冤家。咱教会就注重和谐嘛，所以为了教会为人吼，真歹人冤家。以前我服侍教会就人啊，真歹冤家。那一冤家就让人好，中秋咧开会啊，啊一个较大声，好啦，就叫，好啦，叫安尼，真歹冤家。那冤家时吼，伊就拢让，拢放。啊，若继续冤家，伊就走，我开会啊，伊就走。那安尼知无？因为这个童工吼，伊细汉的时阵，因为伊生出来时吼，伊的爸母吼，伊就看到因爸母咧冤家，啊爸母就甲伊讲，你知阮来冤家无？因为吼，你来时吼伤早来，我无按算你较早来啦，啊你来时，阮的规个经济拢出问题啊，所以阮的冤家是因为你，所以我才冤家。
所以这个囡仔就用这个接受这个讲，接受这个事实，讲我是和爸母冤家迄个人，所以我若无的时就拢袂冤家，所以就养成一个习惯啊，就是伊拢不爱冤家，伊拢不爱甲人冤家。啊，大汉的时阵啊，看的真好吼。啊，毋过这无问题，伊伫教会开会时，就要人讲个大声，好啦，大家让伊啦，无代志，拢让伊啦呢。该爱争取的，该爱坚持的，拢无坚持甲争取。无爱甲人冤家是真好呢，但这种方法有当就出问题了。对时无坚持会出问题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这个当讲伫教会哦，讲起来是好好先真，但真正该坚持拢无坚持，结果教会出问题呢。这人需要去注意的。其实当时父母冤家的时阵哦，甲伊无绝对的关系。伊来的时间是上好的时间呢。上帝将这个人伫迄个时间带到这个世间来，所以父母的冤家毋是伊，是父母家己的代志。除非这个人用上帝的眼光看伊出事，啊若袂感觉讲伊家己就是做这座冤家的凶手。咱在座有兄姊妹是安尼。无去通过六种关系影响咱，上帝通过六种关系祝福咱，互咱一直真大祝福甲改变吼。其实咱的课程吼，拉法里面跟你课程，实际上就是要倒转到上帝创造咱六种关系内底，互咱去看到到底过去伤害倒一项，然后伫迄个事项顶面，互主甲咱提醒、帮人甲医治。过去每一个事项的发生，拢毋是偶然的，上帝拢伫过去每一个事项内底用甲咱做伙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的主是早伫个。现在这个将来这个是敢是安尼？啊那安尼咱要大胆讲，过去年历内底有伤害事件，咱的主嘛没有缺席，咱为边讲？无有缺席对，应该无有缺席伫迄个中间吼。所以咱通过圣经的帮单，打法里面更新就是要通过圣经的帮单，互咱得到真正的意义吼。好，咱就来看尾啊一段上盖重这个所在吼。有人安尼讲，人信耶稣吼。应该就会拢真好势着吼。有人讲信耶稣应该拢真好势吼。有一段经文吼，这种经文讲，若有人在基督，他就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信耶稣应该互人会当真好，得到医治甲真完全。不过今仔有真侪信耶稣的人吼，伊的性命嘛有得到完全的医治呢。讲圣地嘛真歹，对无？讲扣分嘛真够扣分，对无？讲大声话嘛真够讲大声话，啊讲怨道嘛真会够怨道呢。教会内底啊，那照讲应该信耶稣应该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讲，若有人在基督，他就新造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意思讲信耶稣以后，应该过去遐无好物件会改，性格会改。脾气会改，讲的方法会改，对无？啊，足实际、足悲观会改，变足乐观、足积极，安尼个。啊，本来看人生拢黑暗的，啊，信耶稣应看彩色，对。照讲应该是安尼啊，信耶稣应该会当互人得到完全改变啊。但这段经文吼，毋是讲过去一个事呢，这段经文呢，真正意思是讲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持续在基督里是进行性的。然后人一直基督内底持续改变，才会让绝对是新创造的人。人袂当用过去某一个时间我信耶稣，啊，拢无会改变，拢无会改变，伊无可能变成更新吼。伊讲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持续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持续要成为新造的人，就是已经废去的，看啊，新的事正在形成。这是原来真正意思。本来就是安尼，一个人信仰要改变，一定爱喏。一定要1摆、2摆、3摆、4摆，敢毋是安尼？真的跟耶稣连结。一定是安尼啊！你爱1摆、2摆，哪像倒食共款？一个杯内底有一个饮料，吼，你甲这个饮料，这是一个有色水的饮料，你甲摕来这个所在，摕来为教会摕来教会内底，讲即摆来到教会啊，所以这个吼一定会变，袂呢？除非安怎，水要慢慢添，敢毋是？爱慢慢添，这个色才会改变啊，变成完全白色，敢毋是？对。若有人持续在基督里，他就能够持续成为新造的人。好，信耶稣会当解决代志，但是若无继续伫耶稣内底，咱的解决真有限。
今仔有个人伫教会内底信的嘛真歹呢，我嘛是来一个长老，哦，信得有够歹，真诶足歹。人信主已经信伊几啊代啊，伊即个长老做长老做几十年咧。啊边啊，当就讲牧师，即个长老吼，除了性礼拜以外，其他拢真好呢。性礼拜人送一点啦。啊，开会拢举圣地，拢靠大声咧赢人啊。就是要对。啊，就讲，甲牧师讲，牧师啊，人无完全，人无完全咧。啊，我毋知啥物意思呢。照讲信耶稣信啊久啊，佫伫中辈做长老做啊久啊，性格应该改变，敢毋是？若有人基督内底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，应该完全改变。一个人无因为信耶稣信真久，服侍真济，就当改变。若无继续伫耶稣内底，互主的话甲圣神来帮助，你无法度改变，对不？这段经文吼是讲咱必须要改变，是安尼吼。哥罗西书3章10节讲。人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的主一样哦。人若要将这个甲主共款，就一直爱伫主内底，吼。若无伫主内底就我度。你毋知有看人，你捌食过迄个接机的水果无？接机的水果。有嫁接。就是讲，即摆有接机的水果，什么水果哈？接机的水果。凤梨世家，凤梨世，你在第一个接时一定接袂好势着，生了无真好势。过来咧，慢慢接。最近讲有一种名叫做柠檬柑。哦，有。柠檬柑啊。柠檬跟橘子结子。黄色的皮对无？你在柠檬柑要接甲真好，种皮要真薄。啊，迄个内底的水果袂当真酸，就讲爱有柑仔皮。爱有柠檬味。你第一摆真困难呢，迄柠檬柑吼，你要第一年你接机的时候，无可能第一摆呢，因为迄是第一摆接的啊。迄个主人讲吼，过2年3年吼，你就接袂出来，袂酸，佫甜佫好食，比柑仔较好食，比柠檬好食。一个基督徒嘛同款啊，基督徒要将这一个真正女性基督的人。除非伊这人一直伫基督内底，敢是安尼？毋是讲我来教会聚会尔呢，我来教会啊，我有服侍安尼尔，是主我要愿意，逐工甲你有真稳定的关系。所以一个人一旦女性基督，甲伫教会偌久无绝对关系，啊是甲伊有双方无大关。为阿嬷吼，为阿嬷、阿婆吼，你就看在讲，我真信耶稣，伊无读啥物册呢？阿嬷无读册嘛，对，阿嬷拢嘛要拢真少读册着，阿嬷。为阿嬷，你看中，你家做伙，你就感觉真温暖，真舒服，有迄个基督的味伫内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阿嬷虽然无读册哦，毋过伊逐工伫基督内底，甲基督浸做伙，真正甲耶稣做伙啊。所以耶稣的味就叫做伊身躯的味啊。咱要安怎会当得到完全的改变？得上帝救赎，脱离。恶者对咱迫害，就爱咱一直伫主内底安尼。这段经文讲，要持续在基督里才能够改变，这非常重要吼。然后得救真简单，但是得胜真无简单吼。成圣很简单，但是更新不容易吼。咱需要讲对一个圣的人，不过咱需要一直更新，才有得到改变吼。要讲对上帝的理路真简单，但要讲对得胜的理路无简单。咱毋若要食对一个基督徒尔，咱要食一个得胜基督徒。食对一个基督徒真容易啊，因为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，咱若伫迄段经要讲啊。约翰福音第1章12节，咱看着。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哦。约翰福音第1章12节。做上帝囝真简单，但要食咧一个得胜上帝囝无简单，就要一直做来底。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：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上帝的儿女。要做上帝囝真简单，就是
嘴承认心相信，都是上帝囝。唔对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孩子，咱需要努力甲打拼。咱需要努力甲打拼。咱唔能够成为成圣的人，咱需要常常更新吼。成圣非常重要，更新更加重要。人信耶稣会改变吗？会改变，但是无法度完全改变。除了爱通过圣神的帮助，才会改变。拉法课程就要帮助咱，等到过去咱受伤害每一个事项内底，用上帝话甲圣神的馈力，互咱得到真正的帮助。这个经文内底讲吼，那个利未记11章14节中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，因为我是圣的。写信给哥林多的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的。成圣很重要，你在成圣不是讲完毕哦。咱有人讲哦，你足新鲜，迄个圣是完毕，圣就是上帝，甲上帝有关系就成圣啊。当一个人甲上帝有关系就成圣，吼。但是咱唔是干那成圣尔，咱需要常常更新，改变一个身份非常重要。但没有这个身份，咱得到完全更较重要。假如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，但是假如一个人荣耀上帝名，基督徒更较重要吼。吼，咱来努力这个时候，我们因信耶稣都成为神的儿子跟女吼。但这是第一步，我们要不断地在神的里面吼，就是要以心换旧，借着神的话，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得到更新哦。咱再来看这段经文吼，以弗所书第5章22节，最后写过，预备来。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。提多书3章5节，我们一起来。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。一个对落的性命，袂因为咱信耶稣得到完全改变，除非咱愿意一直互主来进行改变。咱才有得成对，对着信仰才能得到完全的改变。今仔日，咱看圣经内底，圣经耶稣有几啊摆伫会堂内底，会堂内底有真侪性命有问题的人，身躯有各样的人，因拢伫会堂内底哦，但因无得到真正的帮助，无论性命肉体拢得到帮助，因拢伫会堂内底啊，除非迄天耶稣来到迄个所在，因接受耶稣的帮助。迄个伫会堂内底，迄个艰苦的人，迄个受伤人，无论肉体、心灵受伤人，才得到完全。今仔日一个人伫教会，有可能得到完全，但是除非迄个人愿意接受耶稣的帮助，一直伫主的内底，互圣神通过耶稣的话、圣神的馈力，接到得到完全帮助。今仔有真侪人伫教会内底，毋过无法度得到帮助，毋是耶稣无馈力，是由伫耶稣内底非常重要。咱这个课程的帮助咱，互咱真正挖靠耶稣，毋是挖靠教会，毋是挖靠服侍，是挖靠耶稣甲圣灵开力。无上帝话，无伊主内底，咱无得到完全更新。这甲你是啥物人无关系。讲我是牧师囝，我较有机会当改变；我是牧师，较有机会改变无呢？人若无法度一直持续伫真理伫耶稣内底，靠圣灵开力，无法度得到改变。上帝通过6种管道要帮助咱，互咱得到祝福。不过恶者通过6种管道迫害咱，互咱得到堕落。咱要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当伫6种管道得到真正医治。因为通过上帝医治，这人才能完全起来。我要甲咱读一段故事，互咱听。有关魔鬼对6种军队破坏是非常严重。我毋知你有听过这个故事无？我要读互咱听吼。这本册毋知你有看过？把倒转来，上帝互你的产业；把倒转来，上帝互你的产业。这是一个比较较灵魂的册，吼，灵魂的册。上帝互咱每一人拢有一个真好的产业，咱们对魔鬼的手头，甲伊夺倒转来吼。你内底有特别讲到一个譬如，讲到讲上帝通过历代祖先对咱的祝福，毋过魔鬼嘛知影历代祖先带来祝福非常的大，所以伊就破坏咱的祖先，互咱无法度得到上帝通过祖先互咱祝福。内底有一段故事，我读互咱听吼。这是咧描写20世纪，20世纪，即摆是第几世纪呢？21世纪。这是20世纪初，人做一个研究吼，研究伫19世纪内底有2个真出名的家庭，这2个家庭，一个叫做马克思，另外一个叫做爱德华兹，这2个人。
马克思是无信上帝，爱德华兹是信上帝人。这19世纪的两个人吼，伊这个人就来做一个研究，讲这两个人吼，因娶某生囝，到19世纪到20世纪，拢100年过身吼，讲这个马克思吼，伊的逝世内底拢总560个子孙。那560个子孙内底吼，有311人死伫散车中间，有150名针对罪犯，有7个人是谋杀犯，咱就要讲啊，害人的人。有100个人是出名的酒鬼，有超过1半的孙仔是做基督。另外，有个爱德华兹吼，甲迄个马克思同一个时代，19世纪人吼，伊是一个基督徒敬虔的人，娶到一个敬虔的查某人做某。然后，伊到20世纪初的时阵，拢共1394个子孙，有295个人大学毕业，有13个人做大学校长，有65个人做教授，有3个人是美国参议员，有3个人做美国3个州长，有30个法官，100个律师，有一个法律系院长，有50人个医生，有一个医学院院长。有75个军官，有100个宣教师、传道者，有80个担当公职，有3个是大都市的市长，有一个是美国财政部官，另外一个是美国副总统。我相信上帝通过咱，要互咱的子孙指引着祖先和祝福。你今仔伫教会出的不是偶然的事，是上帝通过你，要互6种君员。真定着针对子孙的祝福，有可能你的子孙内底后摆有一个大学教授，你的子孙内底有一个什么市的市长，你的子孙内底有可能是真伟大的宣教师。上帝通过咱，互咱的子孙指引着祖先带来因上帝的祝福。今仔咱伫建成教会聚会，毋是参加建成教会聚会，针对会友尔，是要互咱6种君员真好势，互咱的子孙通过咱指引着祖公互伊的祝福。毋知即个故事你有听过无？我感觉我伫教会针对一个基督徒传教者，毋是要做传道尔，毋是伫教会信耶稣尔，是要互我的子孙通过我即个祖先，会当得到上帝互伊祝福。你嘛是共款的，咱伫教会出入，毋是干那做一个礼拜基督徒的。是要定着伫主内底，互咱将来真好一个管道，互上帝通过你，互咱囡仔有一个真定着的家庭，世代传承，真亲密的关系，是真好的光明人物，真好的这宗教环境，真好的生活体验，互咱子孙得上帝祝福。我相信今仔咱伫教会内底，毋是干那聚会尔，是要针对咱子孙的祝福。我想这两个人因做梦拢想袂到，这个爱德华斯可能做梦都想袂到，上帝通过伊，互伊子孙得到上帝祝福。当然，这个马克思嘛可能想袂到，魔鬼使用伊祸害伊子孙，遮尔凄惨。你爱做一个选择，我嘛做一个选择。你要做马克思，还是要做爱德华兹？每一个人愿意互主来使用。上帝伫主内底愿意互主更新甲改变人，伊就是真好的管理。信耶稣，就是要互咱遮个一个会当互主使用、祝福子孙的一个人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，你应该是一个真好的祖先，互你的子孙得到祝福的人。今仔你要做一个选择，我要针对好的君王。互我的子孙伫我这个君王顶头，会当生出好水果出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主，阮对心底向你感谢，多谢你对阮伟大美好的创造，也都真好的祝福的管道放伫阮的中间。阮能通过你所为阮备办的管道来领受上帝祝福。主，阮真正实在毋值你安尼甲阮疼惜，也搁你将超我的疼放伫阮的中间。亲爱的主，阮对心底感谢有如你，阮相信，阮当活到今仔这个坎站，若无你的带领甲祝福，阮无把会当来到今仔日。为了阮当来到今仔日，阮对心底向你感谢，讲主，多谢你的带领。阮也相信，阮当伫主内底，毋是互阮得到祝福尔，
阮上帝要通过阮来庇荫着阮的囝儿孙，庇荫着阮后代。亲爱的主，求你互阮在座每一个兄弟，互阮伫即个教会内底会当学习，我们保持伫主的同在内底，互阮成做一个正确人，成做一个正确传道。我们看阮的子孙通过阮真定着来领受上帝祝福。主，阮俩毋日来承认阮的真个欠点甲不完全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帮助阮，互阮真正会当学习上从倚靠你主内底，互阮通过甲你有真亲密的关系，会当渐渐速度，才对互你主用。哪像一个小基督内底，哪像一个小基督共款，会当正对你使用的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有你。主啊，求你坚固阮在座每一个兄弟，扶持阮，互阮伫主内底会当常常保持甲你好关系，彼此讲阮的性命愈更新，会当愈互你祝福。主，阮感谢你有你。主，阮奉你的名破除黑暗的关系，对阮的破坏甲影响，帮助阮，互阮真正成对一个互主帮助，毋但正胜，也成对更新的人。主，求你恩待阮，帮助阮常常伫倚靠耶稣中间，会当过得胜的生活。主，多谢你，搁一摆为了阮当得到伊的救赎，成对伫救赎里有份的一份主恩的感恩，扶持阮建行教会正向的姊妹，互阮果真常常倚靠主来得胜，成对一个会当见证耶稣的人。主，阮感谢你有你，阮安尼感恩祈祷，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我建议你要看一本。